歡迎收睇關於東灣區域中心嘅影片介紹。如果你嘅未成年子女或成年子女有智力或發展性障礙，無論有冇正式診斷，呢段影片會幫助你了解更多加州提供嘅相關服務，嚟幫助你嘅親人更好咁生活。本影片將為你介紹加州區域中心系統嘅概覽、東灣區域中心嘅歷史、東灣區域中心嘅服務概覽，以及你可以採取嘅下一步行動。加州區域中心嘅系統概覽係加州嘅區域中心系統，主要係幫助患有發展性障礙嘅人士同佢哋嘅家庭嚟尋找同發展佢哋所需嘅服務。呢啲服務包括嬰幼兒嘅早期干預同預防服務，適用於新生兒至36個月大嘅嬰幼兒，以及蘭特曼法案所規定嘅殘障人士服務，無論收入水平或移民身份，均可獲得服務。發育性殘疾係由智力或身體損傷引起嘅一類長期性疾病。呢啲疾病通常會喺成年之前出現，例如腦癱、癲癇或者自閉症。東灣區域中心嘅歷史，全加州一共有21間區域中心，呢啲中心全部都係私立非牟利機構，負責協調終身服務，為發展障礙人士提供支援。東灣區域中心嘅服務對象係居住喺阿拉米達縣同康特拉科斯塔縣嘅居民，為發展障礙人士同其家庭提供支援，以及提供能提高生活品質嘅所需工具，建立合作關係，推動共融社區發展。RCEB 設有2個辦公室，一個喺聖利安卓市，一個喺康科德市。東灣區域中心服務概覽：RCEB 為所有年齡層嘅發展障礙人士提供服務，因為 RCEB 可以提供終身服務，包括0至3歲嘅早期干預同預防，3至18歲嘅居家服務，3至18歲嘅住在家外服務，18至22歲嘅成人過渡階段，22歲及以上嘅成人階段。早期介入同預防，早期干預。RCEB 為嬰幼兒提供早期干預服務，適用於36個月以下嘅兒童。呢啲嬰幼兒存在發展遲緩，或有由於已知嘅高風險因素嘅可能導致嘅發展遲緩。如果你或者你嘅家人符合早期干預同預防嘅條件，請聯絡 earlystartravels@rceb.org 作初步評估同鑑定。初步評估同鑑定流程係用嚟確定你嘅資格同服務需求。分配咗評估顧問之後， Regional Center 會安排訪談做進一步評估。一旦你符合資格，你會同指定嘅個案管理專員見面，佢哋會經過專業培訓，會幫助你識別同確定，並制定個人服務計劃，以最合適嘅方式滿足需求，簡稱 IPP。 我叫 Nikki Lee Paul， 我係一位雙語個案管理員，識講越南語同英語。作為個案員，我相信建立牢固嘅關係，可以更好咁理解每位客戶以及其家庭獨特嘅需求同目標。此外，個案管理員會進行全面評估，並制定個人化計劃，確保服務能夠準確配合家庭嘅需求。作為個案管理員，我哋會擔任倡導者，引導家庭獲取可用資源，並提供持續幫助，確保佢哋喺唔同嘅人生階段同服務之間嘅過渡期能夠順利咁過渡。呢種方式有助於建立信任，支持決策過程，仲可以提升整體護理質素。根據州法律，區域中心喺使用本中心嘅資金前，必須優先使用其他資金來源。根據蘭特曼法案，呢項服務係由法定權利提供，可以購買嘅服務同支援項目包括居家暫託服務、家外暫託服務、住宿護理、居民之家、
完整服務清單可以去 RCEB 官網查詢。作為東灣區域中心嘅個案經理，我嘅建議係有2種唔同嘅資格標準。對於3歲以下嘅兒童，其中一種係早期干預服務，另一種適用於3歲以上嘅兒童。是否符合資格係要睇佢哋嘅診斷，所以依據所能得到嘅資格標準，家庭可以提問，與其個案管理員溝通需求係非常嘅重要。了解自身權利並充分咁利用資源，例如參加研討會或者係聯絡社區組織，都可以令流程更加順暢。願你嘅個案管理專員保持定期聯絡，及時更新任何變動。喺整個過程中保持耐性，堅持落去，因為呢個過程可能等候性會有啲漫長。家庭仲可以同東灣區域中心嘅其他家庭聯絡，獲取情感上嘅支持與建議。我叫做杜克遠啊，我哋嘅家庭從區域中心度得到咗好多嘅幫助。當我哋遇到有困難嘅情況時呢，越南裔嘅個案管理員，仲有我哋公共社區嘅診所同埋朋友，都嚟為我哋提供咗指導同建議，仲分享咗佢哋寶貴嘅經驗。呢種支持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安心舒適啊！正因為咁樣，我哋對區域中心嘅個案經理充滿信任。我鼓勵越南裔家庭積極向朋友諮詢，了解區域中心所提供嘅服務同埋支持，仲有社區嘅資訊同埋資源啊！呢啲都會確保家庭能夠得到合適嘅服務同埋支持，包括嚟自區域中心嘅越南裔個案管理專員嘅幫助啦。佢哋亦可以提供就業安置、教育、日托項目同埋其他嘅家庭嘅資源。下一步，如果你有意申請東灣區域中心嘅服務，請透過電郵或者直接電話聯絡我哋。感謝加州發展服務部門、東灣區域中心 Diversity in Health Training Institute 以及所有受訪者令本影片得以呈現。感謝你收看本影片。